有一個問題咧，就有個朋友咧誠意邀請我去講呢個問題，佢就同我講話：Jeff，你真係一定要拍一集同我講一講討論呢一個話題啊！咁當然啦，我邀請佢上嚟啦，咁拒絕咗我嘅嚇。咁呢個究竟係咩話題咧？就係出軌啦。大家好啊，又係中南講未聽我講嘅時間。咁呢個 Taka 哥啦，就突然間有一日就同佢食飯嗰陣時咧，大家傾偈嘅時候咧就講起男人出軌係可被原諒嘅，而女人出軌係不可被原諒嘅。咁佢就同我講啦，阿 Jeff， 你真係要做一集攞出嚟講一講先得。咁對於我嚟講都幾困難㗎，因為其實我又唔能夠話100%認同佢各所講嘅說話，即係話男人出軌就係可被原諒嘅，而女人出軌咧就不可被原諒嘅。咁當然啦，在於男人嘅角度係嘅，係真係咁樣嘅，因為男人當然容易原諒自己男性嘅出軌啦，俾到啲理由，而大部分嘅男性咧亦都係不能去原諒佢自己嘅女性伴侶就背叛佢出軌嘅。咁我先從男士嘅角度去分析先啦，好嘛？如果男人咧，我哋首先講講從演化心理學嚟講啦，男性其實咧佢由遠古到今天咧，佢嘅基因咧都係要廣播種嘅，因為男性其實佢係唔係負責真係懷胎10月生一個仔嘅角色啦，咁佢咧主要咧就係負責提供啲精子嘅啫。咁對佢嚟講，男性能夠讓佢自己嘅後代係更大機會存活喺呢個世上嘅話，佢只要一個辦法，就係不停同更多嘅女性去生育。咁樣嘅話，就係咪佢更加有機會佢嘅下一代係流傳喺呢個世上啊？嗱，我哋睇翻古代嘅時間啦，古代嘅時間一個男人令到一個女人懷孕，而嗰個女人能夠真正保留呢個細路仔生咗出嚟，而又冇夭折，而又養得大，其實個機率當年以前古代嘅時候係相對上細嘅。咁點解你就諗下啦？以前嘅皇帝明朝嘅萬曆乾隆呢啲都好多個老婆其實佢依家可能10幾20個仔咁包埋女啦咁樣10幾20個咁樣啦其實佢真係唔止10幾20個，可能40、50個噶。只不過就係話佢根本咧就係好多仔女咧佢係留唔到嘅，因為即係當年醫藥唔發達啦。咁女人懷孕生產嘅風險其實相對上高嘅有好多奇難雜症或者女性生產嘅時候會有難產嘅情況出現咁就算乎細路仔出咗嚟咁亦都好多病菌亦都好多先天性嘅嘢咁今天因為醫學好昌明咁我哋產前好多檢查啦，生產嘅技術咧亦都有呢個開刀嘅分娩啦，出咗嚟細路仔之後我哋亦都好多呢個免疫嘅疫苗俾佢打啦，而令到我哋人嗰個生產嘅效率生產即係講生仔嗰個效率係高咗好多。咁以前就唔係咁樣回事嘅，以前係好難嘅，以前係咁正因為咁樣咧，男人佢打從 DNA 有一個機制，就係話男人必須要去與更多個女性發生性行為，咁樣先至最大化佢嘅基因，佢嘅後一代流傳落嚟嘅最大機會。同埋呢個其實就係男性嘅喺演化心理學裏面潛藏喺男性嘅基因、男性嘅心靈裏面嘅一個好我哋 foundation 嘅一個觀念嚟嘅。咁其實到今天無論我哋有
依家嘅法治或一夫一妻啦、文化啦、我哋嘅道德規限啦，去規限咗我哋。但係我哋呢個原始嘅基因咧，對男人嚟講咧，係暫時到你嗰度冇改變過嘅。咁呢樣嘢咧，其實就係男性出軌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因素。我諗相信都佔到8到90%㗎。咁男人為咗乜嘢出軌咧？主要就係為咗性滿唔係話即係冇啊。性滿足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講緊頭先演化心理學啦。咁男性咧，其實咧佢最主要咧就係要喺性衝動之餘咧，佢仲要有一啲新鮮感。佢有位男性啦，咁佢同佢太太組建一個家庭啦，咁亦都有呢個性行為啦。咁但係潛藏嘅基因裏面咧，佢會發現一樣嘢，喂，我已經令呢一個女士受孕咯。咁但係好似個基因會話翻俾佢聽，喂，好似唔夠喎。咁因為呢一個女人，咁佢都係一個機率嚟啫。咁如果佢生唔到咧，咁當然你會話，喂，依家你理智地知道依家點會生唔到啊？實生到啦依個，但係基因就係原始化噶嘛。我呢個原始化基因就會覺得，喂，梗係要揾一啲新鮮啲嘅唔同人去生，咁你先至會有最大化噶嘛。咁所以通常男人喺個新鮮感同性滿足嗰個需求帶動之下咧，其實佢唔會太多投入嘅情感嘅。佢通常揾啲叫我哋所謂短期關係。短期關係好多就係話去嫖妓啊，揾一夜情啊，或者揾一啲好短期嘅一啲情人啊，咁樣嘅相對上咧係會係佔男性嘅主軸嘅。咁中國古代咧就有一個4字嘅詞語啦，嚟形容呢個男性嘅出軌嘅，或者叫逢場作戲。咁咩叫逢場作戲咧？其實泛指就係話喺個生物學上，其實男性對嗰段性係冇乜投入感情嘅，係純粹係 DNA 嘅一個性衝動嘅一個作祟。可能女士比較唔清楚啦，因為你哋冇有呢個咁嘅基因。咁男性我諗相信係清楚啦。突然間碌到一啲Telegram 嗰啲鹹濕嘢啦咁喺邊度有啲相咁幾多錢咁，覺得得咁就去噶啦，去咗咁搞完俾低錢落翻嚟，咁就好 happy 噶啦。離開咗之後，佢可能已經唔再記得佢頭先發生過關係嗰個人係叫咩樣，係咩名，係啲完全唔記得晒嘅。咁嗱，我好有印象嘅就係睇蔡卓妍小姐嘅一套電影啦，就叫《吹妓》嘅。我好印象深刻係佢裏面有一位泰國嘅妓女，咁佢講咗一句說話嘅，佢話咧 The man fuck me and then forget me。咁呢句說話咧，其實真係好引證到男人喺出軌嗰陣時嗰個情況啊。其實佢可能佢搞完呢個女人之後，佢轉個頭，佢唔記得咗呢個女人都唔記得咗咯，邊個係咩樣，係現實還肥咁，佢可能好短期記憶嘅完全，可能幾日之後唔記得咗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咧就係大部分男性出軌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好啦，咁講完男性之後咧，就要講講女性。咁女性出軌嘅原因又係點樣咧？我哋又從演化心理學再睇。而女性嚟講咧，其實佢對性個方面咧，相對上個要求係比男性係低嘅。因為點解咧？喺演化心理學裏面嚟講咧，而女性咧作為一個孕育生命嘅一個角色，咁佢對於男性嘅要求相對上咧係高嘅。邊一個人可以同佢發生性行為，佢對呢一個對手嘅要求相對上係會高嘅，而唔會好似男性咁啦。因為咧男性咧就要講播種啊嘛，佢將佢嘅基因點樣最大化遺傳落咧，就係玩多啲人去性交咁嘅，佢嘅基因咧就更大化咧就去遺傳啦。而女性咧完全唔一樣嘅。佢咧就要揾一個最好嘅基因，而令到自己受孕。咁佢嘅基因
同埋佢嘅下一代先至能夠得到一個更好、更有機會生存落去嘅一個概率，咁樣咧先至會令到佢更加願意去進行呢一個性方面嘅一啲投入嘅。咁即係我頭先講到啦，女人既然佢要揾一個係比較優良嘅男人，佢先至會願意同佢發生性行為，要去嫖妓咁啊吓，咁啊相對上都係好多嘅吓，咁啊供應啊咁又好大啦，咁啊咁你話調翻轉啦，有冇啲去叫鴨噶？啲男人服侍女人噶？有冇？有多咯，因為點解？其實始終都係講嘅供應需求嘅問題啊，唔係話喂係咪因為男人唔願意去做鴨啊，定係女人特別多去做妓女啊？唔係咁講嘅，其實完全係個供需問題嘅啫。因為男人需要去嫖妓嗰個需求量係喺呢度，而女性需要叫鴨嗰個需求量係只係喺呢度，好低。因為點解係女性佢始終都係慕強嘅，佢要一個男人啊能夠即係作為佢嘅入幕之賓啦嚟到令到佢寬衣解帶，咁就佢對呢位男士咧嘅要求咧相對上係好高嘅。咁現今咧就好多人咧就會話喂，而女性都要享受呢個性愛啊，性愛嘅體驗啊，性愛嘅滿足咁樣。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係刻喺基因度啦。又講翻演化心理學，即係我哋刻喺個基因裏邊咧，始終女性係好難去接受一個即係一個陌生人啊，佢能夠俾少少新鮮感你就可以同你就好似男性咁簡單地this man fuck me and then I forgot him， 呢個做唔到嘅，女性做唔到嘅。因為點解女性每次當佢開始嘅時候咧，咁即係我講大部分，即係唔一啲好享受嗰啲小部小眾啦，即係講大部分嘅女性，佢始終都覺得喂，如果我真係要放開我嘅戒備，容許一個男士嚟進入我身體嘅時候咧，佢始終會有好多嘅考慮，佢會考慮喂，萬一真係萬一啊，因為其實始終呢個係一個性交嘅一個行為，萬一即係無論我點樣去做避孕方法都係有機會嘅。萬一我真係有個細路仔，呢個男人佢係咪個優質嘅男人？佢嘅基因上面係咪好嘅基因？係咪強壯啦？佢係咪健康啦？係咪佢係咪靚仔啦？係咪？第二佢係咪有錢啦？佢係咪可以照顧到我咧？即係如果我有個細路仔，我要懷胎10月嘅，10個月懷胎，即係我搵唔到食嘅，咁呢個男人係咪可以照顧到我喺懷胎時期嘅起居飲食啊、心靈啊？咁第時我仔出咗世1到3歲嘅時候，我要帶細路仔嘅，咁帶細路仔咁又可唔可以照顧到我同我細路仔嘅日常嘅生活開支啊？咁女人會諗好多嘢，咁就變咗佢同男人係會好唔同。咁我哋翻嚟啦。咁點解女人嘅出軌咧就唔會好似男人咁容易啦？即係我哋依家睇供需求都知啦吓。講翻女人出軌，既然女人咁難去真係開始接受另外一個男人嘅性，咁但係點解女人又會出軌咧？女人出軌咧最主要嘅一樣嘢咧，其實都係講翻係長期地咧，佢心靈上咧係不被呢個滿足，處於一個感情缺失嘅一個情況吓。咁當夫婦嘅或者男女朋友嘅一個關係咧係相對上好差嘅時候咧，咁女性咧就好難同佢個伴侶咧建立一個感情連結嘅時候咧，咁往往咧佢就會向外咧尋求一啲感情連結同埋一啲理解同埋一啲關注啦。咁嗰段時間咧就會係好危險。嗱，我再透露多少少先啦。咁我曾經接觸過一個朋友，佢同我講過啊，你小心啲某一啲人，某一啲群族吓。嗰啲群族係咩人咧？嗰啲群族係經常喺屋邨公園流連嘅男人。大家會覺得屋邨公園嘅男人點解會有問題咧？咁原來咧個朋友就同我講，原來屋邨公園嘅男人咧，佢特別咧係會去揾一啲咁樣感情缺失啊，揾一啲
理解啊、尊重啊嘅女人，即係因為可能啲老公可能工作上係比較繁忙啦，可能亦都係好多年冇真係去維繫呢個感情啦，而女性咧就依然都係好需要個感情紐帶，同埋需要好關注、好多理解嘅時候。咁咧喺呢啲日常呢啲我哋叫師奶啦，喺出沒嘅地方咧，就特別多呢啲男人咧去揾食嘅。咁樣講咧，大家會清楚啲啊嚇。佢話同佢講話，即係你小心啲啊，因為當其時前妻啦，前妻冇乜嘢做㗎嘛，咁冇做嘢嘅，咁就係留喺公園咁啊，湊住個女咁樣。佢話喂，你小心呢啲人啊，咁樣好多啊，咁樣。我哋搞清楚男女出軌嘅不同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就可以分析到點解男人出軌會相對上較被原諒，而女性出軌咧就較不被原諒。咁如果大家想聽落去咧，下一集我哋繼續同大家分享。咁今集係咁多先啦，多謝晒各位，拜拜。